基隆市长林佑昌率领市府团队来到台南参访，第一站就选定1624年由荷兰人所建造的热兰遮城，共同见证珍贵的历史文化。会中为了呼应台南基隆分别拥有将近400栋的大航海时代，两市市长分别以结合文化历史甲地景的创意商品来销售，也有古迹的册刊甲珍贵的400年古地图等等。拢凸显乡城对古迹文化甲推广观光旅游的重视，互相做了地理城市经验的交流。和平岛的奇岩，它比野柳还漂亮。那我们把它做成是文创的商品，变成是手工皂、手工的肥皂。那旁边这一个就是当初对西班牙跟荷兰的那个战书，所以是一个结合文化跟历史还有地境的一个文创的一个商品。这个也特别要送给韦哲市长。我们的古地图，那时候的台湾只有台南，所以这也是台湾的400年的古地图，是现在最完整的一套。在后面，这是这后面的一大本，这个有点重量哦。基隆1626年在和平岛就已经开始西班牙人建圣萨尔瓦多城。我们台南1624年荷兰人来建安平古堡那可以看到建那个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是相近的。我们也很希望说，在很多事情上，不仅是在美食上可以互相有很多交流的情况。在1624年的时候，荷兰人在大园这个地方盖了这个热兰遮城。那西班牙人在1626年的时候，在基隆盖了圣萨尔瓦多城。那一南一北其实在那个年代要上了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今天特别带着市府的团队是来我们台南这个古都文化历史之都来学习来参访。当然，针对林佑昌市长日前发出台湾美食就是北基南、南台南，连续食3个月拢袂厌。社会中2位市长换上总铺师服装，分别制出9项在地小吃来 PK， 透过美食共同行销，两面温馨。哇，红烧鳗鱼羹、牛肉汤，哇，牛肉汤是饭后汤品知名的。真的，对来台南一定要吃的，而且也是台南独有的。红烧鳗鱼羹是大家一定到基隆一定要尝试。对，这个在哪里也最好吃？那个庙口还是哪里？卡妈店也有，庙口也有。然后他们做法红烧鳗的那个做法都不太一样。对。林佑昌嘛，因为拄接任台湾健康社区联名理事长，所以当讲伫成功改造基隆以外，嘛改造新宅减重有成，和一边的黄伟铁俄罗甲来军队的脚步。明天再开始运动。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上个礼拜，我刚刚从这个郑文灿市长手上接下来这个磅秤城市健康联盟的理事长，所以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身材，现在算是非常的标准了。以前有肚子现在都是平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前几个礼拜开始做重训。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成果。那个韦哲市长，我要跟林市长学习的地方。韦哲市长其实也很标准啦，不是我都要收小腹了。不过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点，所以我跟韦哲市长我们2个算不同量级。那个郑文灿市长应该跟韦哲市长算同一个量级。对。乡城市长联手行销，用团体战来推广古城甲小吃，嘛共同为赢家建城400栋来宣传。台新闻郭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